大家好，我係梁家偉，坐喺我身邊呢就係梁文廣啦。文廣，不如自我介紹下啦。各位睇緊真話梅嘅朋友，大家好，我係九龍西3號嘅候選人梁文廣。今次參選呢，其實就係希望可以競選連任，因為我係現任嘅立法會議員。我自己本身呢，而家都係包括係西九新動力嘅副主席啦，係九龍社團聯會嘅副秘書長，仲有係香港房屋委員會嘅委員。咁所以其實過去我自己都係好關心房屋政策，咁我都期望可以透過今次參選，係將我過去一啲喺立法會裏邊倡議緊嘅房屋政策同埋其他關心嘅地區議題，可以繼續喺立法會裏推動。所以今次嘅立法會選舉呢，大家住喺深水埗油尖旺嘅朋友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我3號梁文廣競選連任。咁其實係乜嘢驅使到你會係想參選咧？其實啱啱我自我介紹都提到少少噶啦，因為我而家現任嘅九龍西立法會議員啊嘛，咁所以我今次參選都好清晰噶啦，連任就係為咗將一啲未做完嘅嘢繼續做，我覺得呢啲係正確嘅。喺過去嘅議會裏邊，包括頭先我講到嘅提倡房屋政策啦，我特別係喺提升居住質素上面做咗啲功夫。可能係另外就係一個就係地區嘅排檔經濟啦，因為其實我之前喺立法會裏邊兩個議員議案就分別就係推動舊村重建同埋活化地區嘅排檔經濟，咁所以呢兩部分我都期望可以透過今次參選連任之後係可以繼續喺議會裏邊推動做到，令到我哋居民無論喺住嘅方面或者日常生活方面，甚至係喺地區經濟方面咧，都有一啲進步，可以更加好，感受到我哋立法會議員係真係從佢哋嘅意見裏面出發，改善到佢嘅生活。呢次嘅選舉當中嘅話咧，你有啲咩口號同埋有咩理念咁樣嘅？其實我今次選舉嘅口號呢，就係民港為理想，繼續拍住上。民港為理想嘅理想呢，就係攞咗食咗個字啦，其實就係你所想的，即係你諗緊嘅嘢。咁亦都同一時間就係理想啦，我哋最想要嘅嘢。咁呢個就係第一樣，因為我哋係民選議員喺地區出身，咁真係要聽到居民想點，而係將佢整合整理，做好研究之後返去政府，另外喺政府嘅政策上面可以做得到啦。另外拍住上就係繼續就因為連任啦，繼續做啦。而拍住上呢，其實就係承繼我上一屆嘅口號，就係因為我自己一個人係做唔到，我哋期望係同我哋嘅市民朋友係肩並肩，一齊去將啲聲音反映到俾政府聽到，一齊做好呢件事。咁所以今次我嘅口號就係民港為理想，繼續拍住上。咁至於我嘅理念就分3部分嘅，就係安居樂活同埋幸福。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知道傳統嘅我哋講交通、房屋、福利、規劃等等呢，單一嘅政策未必係能夠可以即係符合所有居民嘅需要或者佢所諗嘅。咁所以我哋將呢啲唔同嘅政策就將佢扣起上嚟，原來某幾樣嘢加埋，原來就係可以令到佢嘅幸福感提升。原來某幾樣加埋又令到佢生活可以更加快樂。某幾樣加埋，原來佢感受到就係可以係社區裏面安居。咁我哋期望以呢種咁樣嘅政策組合去將我哋嘅政綱去話俾居民知。其實我知道係話你都有好多嘅政綱啊等之類啦，有冇邊3個議題你係最關注嘅呢？其實我自己就有3個議題，其實我哋都比較關心或者希望喺嚟緊做得到啦。第一個就係喺勞工方面啦，因為其實近幾排嘅大家都成日講輸入外勞，甚至係啲工種嘅失業率其實係上升咗。咁包括係一啲侍應啦、廚師啦呢一類嘅工種，其實嘅失業率都好高。咁其實所以我第一優先其實都希望我哋嘅市民能夠所謂有工開有飯開。咁所以我其實最重要嘅倡議就期望可以係將一啲高失業率嘅工種可唔可以停止輸入外勞呢？其實呢一個唔單止係話保護翻我哋本地工人就係優先，另一方面亦都我哋見到，因為頭先我哋講我哋要將唔同政策組合啊嘛。其實我哋見到包括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嘅哥哥姐姐或者係婦女，其實佢哋都期望可以係炒散做兼職，有啲就業機會賺翻少少錢。因為某一啲工種，包括頭先我哋提到侍應或者廚師，就係佢哋成日最多會做嘅嘢，就係因為嗰個失業率高，令到啲炒散嘅機會，因為輸入咗外勞之後，炒散嘅機會冇咗。我都期望可以將呢啲高失業率嘅工種停止輸入外勞之後，令到單隻保障本地工人啦，連呢啲炒散嘅機會都俾翻我哋嘅哥姐姐，俾翻我哋嘅婦女，令到佢哋嘅就業
都能夠有所即係得着。咁呢部分我哋期望呢個係我第一想做啦。第二個就係喺房屋政策上邊，其實我過去喺公屋都做咗嘢，特別係喺資助出售房屋方面，我發表過居屋嘅第二市場嘅研究，希望活化居屋第二市場。但係我哋近年都聽到，其實佢哋好多公屋居民咧，佢哋未必直接就希望買綠嘅居屋或者綠置，其實佢哋最想咧就係買翻自己嘅單位。咁所以喺今次第二項我哋期望想做到嘅咧，就係真係做好我哋以往租置計劃嘅一啲研究，揾到以前租置計劃嘅啲問題喺邊度，諗方法去解決，然之後重新出售翻公屋，俾我哋公屋居民咧能夠安居樂業。呢個係我第二。第三個當然就係亦都係我過去幾年做緊一個比較，我覺得我自己都係覺得好開心做到嘅嘢，就係活化地區經濟，特別排檔政策或者係街市墟市政策方面。因為過去我哋都見到俾人感覺墟市排檔呢好似係俾遊客去睇嘅嘢，但其實唔係嘅。遊客當然係佔咗好大部分啦，但係本地人點樣去支持翻我哋香港嘅自己嘅排檔區，好似係鴨寮街啦、廟街啦、花園街啦。呢啲其實都需要我哋香港人本地人去支持嘅。咁我哋都期望係過去我自己去到內地吸取好多地方嘅經驗，俾咗意見政府。今次我亦都期望可以將呢啲政策整合起上嚟，令到未來佢哋營商環境能夠改善，包括喺牌照嘅條款方面，點樣引入年青人去一啲創意方面，或者頭先銀髮都可以有創意喺做排檔方面、做街市方面，點樣可以嚟俾佢靈活去幫到佢哋手。令到我哋香港本地嘅排檔嘅經濟能夠活起上嚟，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喺經濟唔係咁好嘅情況之下，俾到我哋嘅唔同嘅小市民有一個叫做揾到啖食機會。嗱，如果你係可以能夠推動一個政策喺香港或者由九龍西都好啦，一定成功，你講就得㗎啦。係啦，咁你想係邊一個政策呢？其實如果用我頭先嘅概念呢，一個政策就唔夠㗎啦，因為我哋安居樂活幸福都係要唔同嘅政策去組合，做一個組合拳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其實你話我調翻轉，你問我係咪一個政策，反而我未必用一個政策。我最想就係如果我能夠連任，繼續喺立法會裏發聲，我哋嘅政府可以好似我哋呢個理念咁樣啊，成立一個就係安居樂活幸福嘅工作組，然之後將唔同嘅政策範疇擺落去，原來呢3個政策加埋就可以達至安居啦。呢4個政策加埋就能夠達至樂活啦。原來呢2個政策加埋就能夠提升我哋市民口風級啦。其實我哋期望政府能夠有一個高層次嘅即係決策機制。其實而家都有㗎啦，包括係處理衞生黑點又好，處理地區旅遊事務。咁其實我都期望政府原來睇到有啲嘢做起上嚟，原來係做一樣嘢唔得嘅，原來幾件事加埋先得嘅，原來可以將我嘅呢啲理念合埋成為一個委員會俾我哋市民參與，俾我哋議員參與，俾官員一齊參與，大家集思廣益，就推動到呢件事。咁我自己就反而係最想就係特區政府可以組合呢一類嘅形式去推動政策，惠及市民。嗱，呢段時間我都知道啦，你又朝頭早又早站啊，跟住就又拜訪啊，有啲睇法團啊，夜晚仲宵夜站等之類啦，係咪？嗱，其實呢啲成個選舉過程當中嘅話咧，有冇啲有趣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其實都有嘅，因為其實我自己一路都係喺九龍西出世、成長、讀書、做嘢即係講真，我喺深水埗出世，喺大角咀住板間房，讀小學、讀中學，跟住大學畢業我就做議員助理，就喺深水埗，又做深水埗區議員，到立法會議員就喺九龍西。其實我成個人生軌跡幾十年嚟，到而家我都係住喺深水埗。係啦，即係其實都係冇離開過九龍西，咁所以反而喺九龍西裏邊真係有好多朋友，有好多街坊，其實就係朝見口晚見面。我行出嚟打開屋企棟門，出邊可能做緊清潔個姐姐就係又係我嘅區嘅選民啦咁樣。咁然之後去到好似我今朝啫，我今朝去酒樓洗酒樓就遇到一個係我同學嘅爸爸。你唔記得咗我係你中學同學同班同學嘅爸爸喎。跟住另外去到小學門口，因為我喺嗰度讀小學嘛，我仔又喺嗰度讀小學，我又喺嗰度讀小學。跟住見到嗰個媽媽，原來認得我小學同你同班嘅，佢又係個小朋友一出即係叫讀小學啦咁樣，所以我哋一定支持你。其實呢一個都係幾得意嘅，即係原來你同呢個社區嘅唔同嘅人，原來係緊扣埋一齊。
佢哋嘅生活就同你嘅生活係重疊喺同一個軌跡上邊。你代表佢哋發聲，就係代表自己發聲。個社區能夠進步呢，亦都係自己能夠感受到嘅社區裏邊嘅提升幸福。呢個都係所以點解我要講我嘅口號係要拍住上，就係因為我哋真係一個人，如果我哋脫離咗個社區唔諗裏邊嘅事呢，其實做唔到。今次嘅選舉，因為喺個街上邊，其實呢幾年其實都有啦，因為我地區直選議員。咁但係大家選舉特別密集啲，遇翻嘅人同埋遇翻嘅事，都俾我比較深刻就係原來我唔能夠忘記呢個初心，就係要喺社區立足社區，之後同大家一齊拍住上。咁呢一種喺社區裏面遇到唔同嘅人同嘅事，今次選舉特別令到我感受深刻咯。嗱，最後啦，咁啊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咧就係想問一問啦，係你覺得有啲乜嘢可以令到選民選擇你？同埋你會對佢哋有啲咩承諾咁咧？好，第一樣嘢當然係我係作為現任議員，希望大家可以係即係包括喺4年前投過我票嘅，係投翻我一票。就算4年前冇投我嘅話，都可以睇到我呢幾年嘅工作成績，可以出嚟投翻我一票。原因係因為呢幾年頭先我提到，真係無論喺房屋方面，喺地區經濟方面，或者頭先我冇講過嘅，包括係環境衛生啦、人寵共融啦。或者係交通嘅接駁等等呢，其實都真係我自己睇翻我呢幾年嘅工作，我覺得我對得住自己幾年前嘅承諾，就係同經歷拍住上，因為我喺度成長喺度長大，一個經歷代表佢哋發聲，我覺得我對得住我上屆嘅呢一個選舉承諾。咁所以今次我再新一次講嘅就我為理想一路拍住上。我都覺得我係能夠因為呢幾年喺立法會裏邊嘅工作呢，係累積到嘅經驗，累積到點樣同政府部門去溝通，累積到同社區裏邊唔同嘅人士溝通，累積到同大家同各位選民溝通嘅方式。咁所以我覺得我係呢個經驗，我係值得大家係投我信任嘅一票，令到我係繼續連任，繼續喺嚟緊呢幾年喺立法會裏邊，以我呢個初心。係為大家發聲，為大家服務。咁同樣道理啦，我嘅承諾都係一樣啦，就係我會繼續，因為我會繼續住喺呢個社區，我會繼續同大家一樣係呢個社區嘅持份者，係會繼續係願意聆聽大家，亦都願意係全職以我所有時間係服務社區。咁我希望我呢個承諾係俾到大家個信心，係投我信任一票，支持3號梁文廣去繼續為大家服務。真係最後啦，有冇啲幾句説話想同啲選民同埋街坊講呢？最後要同大家講啦，今次嘅選舉呢，其實就好緊張嘅，因為喺即係愛國者治港嘅嗰個格局下邊，其實所有入圍嘅都係愛國者，其實都係願意為社區服務嘅朋友嚟嘅。咁所以我選情其實好緊張，因為多咗選擇，其實大家可以唔使揀你噶嘛，可能揀其他人都冇所謂噶嘛。但係我今次就係希望話俾大家聽，要選真係選，願意係全職服務啦，願意係大家一齊生活，同大家係肩並肩，同大家一齊拍住上，亦都係喺議會裏邊，喺立法會裏邊已經係有經驗係。幫到大家手，已經有成績幫到大家手嘅現任議員係連任為大家服務，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好有信心嘅，大家係可以信得過我，可以繼續投票支持3號梁文廣。嗱，嚟緊12月7號呢就係立法會選舉啦，希望咁多位朋友呢都睇到呢條片，記住出嚟投票，叫埋你身邊嘅人一齊投票。好啦，時間差不多，我哋下次再見，拜拜。